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不是要到日本吗？你换外币了没？你要特别注意 FEED 的哦。我一定会注意这个 FEED。因为呢，这个跟我换多少钱有很大的关系哦。而且FEED的时候呢，我也会注意到哦，要换一些旅行支票，还有小面额的钞票。你说的FEED就是汇兑了。那其实呢，允宏员工也告诉我哦，像是一些外币啦，还有信用卡、旅行支票，你如果混合使用的话呢，这才是聪明的消费方式哦。允宏呢，其实就是银行的意思，没有错哦。今天我们还要教给大家的就是出国时要到银行换外币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出國嘅下愛到聯行換外幣，出國嘅下愛到聯行換外幣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就告诉你，出国的时候怎么样换汇才是最聪明的选择。悲剧，银行关门了，没办法FEED怎么办？哦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明天要去允宏，我再帮你FEED好了，我会帮你注意 FEED 的。哦，真的不应该运动忘记时间。喂，姐，我敏华啦，今天在允宏，然后我看呢，今天日元的FEED还不错哎，要不要直接帮你FEED呀？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知道，没问题 ，OK， 拜拜。先生，麻烦你，我要换日元，谢谢。现在日元的FEED是多少？现在的话是0.2788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已经换好外币了，而且换到不错的汇率哦。现在已经是出国倒数计时哦，我一定要给你拍拍手，也太棒了吧，好令人羡慕哦。我想你应该想好要买什么，去哪玩了吧？对啊，我大概可以买。停！出国之前呢，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好，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汇率了。汇率怎么说呢？汇率就叫做 FEED，FEED 就是汇率了。那如果要教大家汇兑，汇兑怎么说呢？汇兑就是FEED，FEED 就是汇兑。而且我们还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客家话里面的银行，银行叫做允宏，允宏就是银行。还有一整串的句子就是出国时要到银行换外币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出國嘅下愛到銀行換外幣，出國嘅下愛到銀行換外幣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就带给大家出国的时候换汇小技巧，希望对你有帮助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